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老假期嘅 YouTube Channel。揾到呢個影片嘅你，可能想揾一啲深圳、珠海親子酒店，要有少少特色嘅，仲要喺個房入邊內置有滑梯嘅特色親子房。今集我哋精選3間位於珠海同深圳，好合適一家大細親子遊。無論2日1夜定係3日2夜，基本上淨係酒店設施或者房入邊嘅滑梯已經夠玩半日。想知係邊3間？記得睇到最尾。正式開始之前都介紹一下我哋頻道啦。其實我哋老假期 YouTube Channel 仲喺幾年前開始就已經講一啲深圳開戶口、微信支付點樣開戶口，仲有大陸娛樂好去處嘅影片，一路以嚟都好受歡迎。有留意我哋嘅朋友仔可能知道，到最近有分享一啲最新北上按摩娛樂資訊，同港車北上飲食玩樂好去處。同樣都好多人有留意到我哋，如果中意我哋呢個題材嘅，就記得訂閱老假期。第一間珠海橫琴海洋密碼。呢間應該係內置滑梯房嘅頂點，佢每一間房都係超大，有唔同嘅主題顏色，滑梯亦都係公主 style， 最高最大嘅價錢方面仲要唔貴，可能淡季500零蚊就有一間。位置方面佢位於橫琴啊，如果有港車北上嘅人士就可以點對點，直到樓下都有充足嘅泊車位。如果搭車嘅人士可能喺港珠澳大橋 call 車睇翻評論區，大部分都對於呢間房嘅滑梯好滿意，小朋友基本上入到去都唔使走。至於衛生問題同會唔會現實有好大對比，見到部分嘅留言都有些少意見。另外呢一間酒店屬於公寓式，需要喺大堂登記再搭指定樓層，而唔係成棟大廈都係屬於佢嘅酒店。出入方面就會混合其他人士。另外呢一間酒店附近配套比較少，冇乜商場同餐廳。如果要揾食就一定要坐車去到附近最近嘅商場創新坊啊！廣告時間，揾緊親子酒店嘅同時，有冇諗過做咗父母其實有時好辛苦，放假仲忙過返工，可能去到30幾歲後，新陳代謝同身體回復冇咁快，成日好易疲倦冇精神。甚至乎男士們嘅慾望都下降，建議可以試下食呢款力神50倍秘魯黑瑪卡，係屬於營養調理補充，來自秘魯安第斯山脈高山嘅秘魯國寶，絕無西藥或者副作用，有助擊退疲勞啦、提升活力啦、改善血氣循環幫助啦、重拾自信魄力啦。就算放假繼續陪小朋友玩都一樣 keep 到。而家去力神官網 HKTV Mall 或者各大平台網店都有售。第2間同樣都係珠海就係拱北象王酒店。呢一間地區最方便位於珠海過關市中心嘅拱北，基本上樓下就已經有夜市同好多商場美食。睇翻個房，依家酒店只係得1-2款房型，有內置滑梯，所以如果係長假期或者週末，好容易 full 晒訂唔到啦。價錢方面淡季可能800幾，熱門嘅季節可能貴啲啦。如果訂到呢一間滑梯房入邊超大，應該可以分3個區：睡房區、客廳區同滑梯區。雖然個滑梯冇第一間咁長咁大，不過小朋友應該都已經玩得好開心啦。第3間就係深圳呢邊嘅景居酒店，位置上近蓮花山公園，地鐵站就係景田站正上蓋，完全唔使露天就去酒店大堂。如果商場嘅話就近深業上城嗰邊。睇翻房間，依家算係最新嘅酒店，不過佢都係淨係得一間主題房，有內置巨型滑梯。其餘嘅親子房雖然有滑梯，但係屬於玩具嗰種。深圳比較少親子酒店有內置滑梯。基本上一家大細住喺入邊就好似樂園咁，應該玩到唔捨得走。再加上呢間酒店早前被網紅推介，一直都係超級熱門。我哋試過喺網站揾咗未來3個月嘅週末，全部都係售罄嘅。價錢方面應該都係3間之中最貴嘅，大概要預1500蚊左右。再睇翻客戶評價啦，大部分對呢間酒店都係讚不絕口，位置、服務、環境、設施全部都非常之合適一家大細。今集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類型嘅題材，覺得幫到大家嘅，不妨訂閱我哋同俾個 like。